后来行政院会确认，要甲民法父母的丁改权删除，就是父母对囡仔袂当有身心暴力的行为，若是情节严重者，甚至参侵权，拢会互停掉。如果你妈妈叫你去吃大便呢，就去吃咯。电影囡仔无讲到家长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，嘛看到囡仔叫管教压力真大。台湾真侪家长认为囡仔无拍袂出脱，现主时民法的条文内底写着，父母爱伫咧必要的范围内底处罚囡仔，也就是父母有定改权的依据。不过行政院已经拍板要将原条文修改做是，父母保护和教养未成年，爱考虑新年年会和发展的天度，尊重囡仔的人格，袂当对囡仔有身心暴力的行为，若严重会当暂停侵权。要教导啊，要分辨是非啊。不过安怎才算是身心暴力的行为，法条和法规敢有准绳？为家长着惊未来正当管教卖犯法。对这件代志，卫生部的首长律动少年福利和环境保障法来区分身心虐待，卖当做调整罚款的部分，看轻重会有无共款的处罚。政府他们专家学者有个示范，有个教导就比较好一点啦，让我们以后的家长有个依循嘛。就要透过行政机关做一些细部的具体化的内容，来做一些让父母可以知道究竟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教育孩子，而不会触法。修法草案会先函请司法院过手签名，才阁送到立法院审议。详细规定啥款，都要阁等相关单位分类。若无正常管教和暴力处罚，大家拢扫无涨。未来父母要安怎拍、安怎骂，是白脚白手真歹做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